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1月12，诗篇86篇1节到2节安尼讲：上主啊，求你压耳孔听我，应我，因为我困苦散赤。求你保存我的性命，因为我信靠你。我的上帝啊，你的仆人倚靠你，求你拯救我。三个来祈祷，压耳孔听阮永远的天父，阮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是赏赐丰盛稳定甲活命的至高上帝。主啊，你是赐落怜悯甲救恩的至善天父。主啊，我要全心感谢你，我要保养你一切奇妙的所做。主啊，我的心因为你来快乐，我的头因为你来仰悬。主啊，因为你是救阮脱离黑暗甲深渊的上帝，阮的拯救甲帮助是对你来。主啊，阮伫济济的艰难甲困苦中，求你压耳孔听阮，应阮，因为阮困苦散赤。求你保存阮的性命，因为阮信靠你。阮的上帝啊，你的奴仆倚靠你，求你拯救阮。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，阿們。耶穌聽你，賜你平安。